南北也有油价补助嘅日本，更加系油港中能油补助。台湾这还系维持有油价补助。台湾更加嘅油港地面积差不多22.3万公顷。不过，另一方面，为操作发发农地，农业会98年实施嘅世地主太天农嘅政策，希望上海港中国大面积嘅农民有好用国社会资金来取得土地使用权，也希望改善农村结构老化嘅问题。不过到去年底为止，用一种方式飘出去嘅地，将降卖油港地嘅4%嘅，故所有年度应付意是唔得个分批检讨油价补助嘅。落按到一个台字，天空部分黄头唔好长寿，苏永灿看了真见当艰苦。该在其他作物相果了团天灾。做农25年，苏永灿耕种面积对2公顷增加到5公顷，作物种类也当多年，就会希望是得分散风险。我现在田里面有稻米，有黄豆、黑豆，荞麦、小麦、薏仁，从我的土地上能够自给自足。吃到一些本土性自己能够种的这些优质的这些杂粮。苏永灿是一个当有观念的农民，其做农体种草量，提升经济效益，也发油耕地，含自家育种、培育实体适种的种人。相关也做农体发的，还有一个团体台湾土农公司，也係97年由43位分布到世界沿线的农民组成的公司，专门做土米生产。因世界的土地只有200公顷，不过地下耕种面积总共有800公顷。多出来嘅700公顷当中，有一半係企业土地，一半係农民嘅油耕地。一些企业哈，它有买一些土地，可是自己又没有办法耕作，就交给我们这些股东来耕作。因为农业所得偏低嘛哈，他如果种这一块地，他的所得不敷成本的话，他当然就没有意愿，他宁愿就放着在那边荒废。如果我们大量经营的话，成本会降低。我们就可以去扩大来经营。台湾土农公司有200公頃嘅地，係照政府98年開始推動嘅小地主太天農政策嘅做。根據農委會統計，到今年4月底為止，用小地主太天農方式經營嘅土地有9400萬公頃，同22萬公頃嘅油耕地當中，大約佔4%，效果當場無大。除了因為當地老農民說農地長期租出去維修唔進來。國係因為油耕當年2公頃是得2到9萬塊嘅補助，當到老農民歸去量津貼省事麻煩，讓農促成小地主太天農政策嘅推動面臨困難。現在推動小地主大佃農嘛，它的普遍的租金有提高，可是就卡在你要簽約的話，有些地主他不願意簽出來，之前有限制要一次簽10年。那後來把它的門檻線降低現在只要簽3年，所以也多少有提高一些意願啦。最主要就是說，這些農地他們釋出原地址釋出的話，恐怕就是會被以前那種375條例限制住，所以大家意願都不高啊，寧願放着也不願出租啦。對一般老農民來講都是這樣的心態。我們又不停止休耕這個政策。那一方面，我們現在在推小地主大佃農來推動這樣的政策，其實對事實上生產它是互相衝突，因為就一個生產面來講，我們的台灣的雜糧這些價格，在20-30年來並沒有所謂一個調高的現象。其實生產這個部分的話，生產的意願它並不是很高。不過最近幾年來，就算一次有人提出要檢討油耕補貼，農委會還能認為這項政策有其嘅必要同延續性，也堅承諾會顧到農民權益。不過照顧老農民只是要津貼補助這種方式係冇，可比冇全盤檢討，政策之間唔單止相互矛盾，更怕涵蓋相互添麻煩。